有冇諗過健康係咩意思？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健康唔只係身體冇病冇痛咁簡單，仲包括心理狀態同埋社交生活嘅幸福感。近年亦都有越嚟越多研究指出，靈性健康亦係整全健康不可或缺嘅部分。宗教同健康之間嘅關係係好多學者關注嘅跨學科研究領域。著名學者田立克認為，拯救即治癒，意思係宗教所講嘅拯救唔單止係關於死後嘅生命，亦係關於現世生活中身心靈嘅整合同療癒。今次我哋就一齊去了解唔同宗教文化點樣理解健康，點樣幫我哋照顧身心靈需要，仲會探討呢啲人類源遠流長嘅智慧，點樣繼續影響當代社會。隨住當代健康需求越嚟越多元，八段錦唔再只係傳統文化，而係當代輔助醫療嘅一部分。鳳形八段錦咧，其實係武當山嘅八段錦嚟嘅。我哋師傅咧好耐之前喺武當山嗰度學翻嚟嘅，後嚟咧就我哋鳳形仙館組織一個道場活動部，教大眾嚟學習。八段錦有好多動作，幫助個人咧提起一啲記憶嘅，仲有疏通經絡、血管同埋四肢平衡。香港唔少醫院都開設咗八段錦班，好多臨床研究指出，八段錦有助提升生理健康，改善關節靈活性同穩定性，仲可以舒緩壓力、減輕痛症。平時打八段錦咧，我哋會放鬆，唔好諗第二樣嘢嘅，係可以一路一路咁樣有個形態。比如我哋好多動作啊，學似嗰啲龜啊、蛇啊、鶴啊咁樣嘅動態嚟體現嘅。道教講嘅養生咧係精神合一。又要修身，又要修心，兩者兼容嘅，唔能夠缺一嘅。練八段錦唔係道教人士或者長者嘅專利，兒童、年青人、慢性病患者，甚至有特殊需要嘅人都適合。呢套經過超過800年傳承嘅道教修習，至今仍然歷久不衰。最好一起身就去做啦。最緊要咧就唔好話肚餓去做，同埋食飽去做。做完千祈唔好即刻去沖涼，因為係排毒，幫你排汗。比我想象中嘅要攰咯，即係好似全身嘅肌肉都喺度用緊咁樣。有一個抱住頭轉腰嘅動作，做緊嗰個動作嗰陣時啦，咁其實我係感受到我嘅脊骨係啪啪啪咁樣，有好多聲，好似開咗條脊骨咁。八段錦會幫助到我哋睇下點樣喺一啲好繁忙嘅一啲生活入邊咧，可以揾到一個細嘅空間去做一個舒適嘅一啲拉伸啊，一啲運動嘅。正念係啲乜嘢咧？正念係講緊覺察。覺察我哋當下做緊嘅事情，身體嘅一啲感覺啊，我哋嘅一啲諗法，覺察我哋嘅一啲感受咁樣。正念源自佛教嘅修行方法，已經被醫學同心理學研究證實咗係有效嘅心理治療方法。好想邀請大家咧一齊去做一次嘅坐禪，去做一個觀呼吸嘅練習。你可以咧將注意力帶到去你嘅坐骨。感覺下兩邊嘅坐骨，亦都邀請你咧可以左右去搖晃下你嘅身體，感覺下重心嘅轉移。
覺察咧係可以幫我哋由一個可能個心比較散亂嘅狀態聚焦翻嚟當下，等我哋知道我哋個心其實係發生緊啲咩事咧，而唔係可能只係感受到一股情緒而唔知做乜嘢咁樣。隨住鐘聲，邀請我哋嘅身心慢慢沉澱落嚟。正念嘅普及唔止改變咗治療方式，仲改變咗我哋對健康嘅睇法。越嚟越多人開始重視自己當下嘅狀態，覺察內心嘅平靜，培養對自己嘅慈悲。咁咧稍後咧，我哋會做一個簡單嘅茶禪啦，一齊去飲一杯茶，輕輕感覺一下佢嘅溫度。亦都可以觀察一下佢嘅顏色、佢嘅形態。呢一杯茶可能曾經係天空嘅雲，曾經係雨水，而一杯茶亦都包含咗萬物。邀請你可以花少少嘅時間去品嚐呢一杯茶。稍後咧就會咧去做一個練習啦，一個叫做行禪嘅練習。行路啦，我哋每個人都會識得點樣去行啦，但係可能我哋未必會花好多時間咧去專注去留意我哋每一步係點樣去行嘅。咁今次呢一個練習咧，就係嘗試咧，我哋將注意力咧放喺每一步路上面，去感受每一步路掂到地下嘅觸感啊。我哋個心有一個專注嘅點，當我哋個心散咗咧，就可以翻嚟呢個腳步上面咁樣。有意識咁樣去放低腳，亦都有意識咁樣提起腳。有一種漫步人生嘅感覺啦，正視下原來我咁樣行路嘅咁樣。平時個人就係俾啲事情扯嚟扯去，但係唔記得原來自己係一個人，生活喺呢一個地上。咁咧，本身正念呢一樣嘢咧，佢係嚟自於佛教一個叫做八正道嘅概念啦。咁樣8條幫我哋離開苦嘅道路，正念咧係其中一種。正念係講緊我哋去覺知到我哋當下嘅事情，不論係你嘅身體嘅狀態啦、諗法啦、一啲情緒嘅起伏啊，各樣嘢，你都保持住一份覺知，你知道佢喺度咁樣。動禪嘅練習咧，其實咧同我哋有少少似咧，我哋平時拉筋伸展咁樣嘅，吸氣做一個動作，呼氣就會做另一個動作咁樣。咁過程入面咧，你可以去感覺下你嘅身體，你需要點樣嘅伸展，需要點樣嘅幅度，點樣嘅速度去伸展。當代嘅正念係佛教智慧同心理學融合嘅成果，適用於唔同宗教文化背景嘅人。香港好多社會福利機構都有宗教背景，背後承載住一種利他精神，希望照顧社會上有需要嘅人。我哋嘅 Diversity Hub 啦，多元文化會館同埋我哋個難民中心咧，都係禮行會嘅。咁我哋個 mission 咧係 of course 去幫啲弱勢社群嘅。基督宗教信仰特別強調復和呢個概念，希望重建同修補人與神、他人、社會、國家甚至自然之間嘅關係。好似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如果你問我今日會唔會受到歧視咧，都會有嘅，種族歧視啊。所以我哋令到呢個地方點樣咧，俾一個 sense of belonging 俾翻我哋香港嘅少數族裔。你會見到好多啲唔同嘅人啲相啦。咁呢個係我哋個 breakthrough pillars。我哋希望咧，我哋可以 keep updating the new breakthroughs 嘅。平時如果我同啲人講我係香港人，以前啲人都話唔係嘅喎，唔係嘅喎。依家我成日講香港人咧，啲人都好明白，我都係一個香港人嚟嘅。越嚟越多嘅同理心啦 ，empathy 啊。辣辣地嘅薑味。You can smell 啲，唔好跟我哋啊！呢個係我哋個 business。
好多人以為重慶大廈咧 is all just brown people wrong。好多香港人或者我成日講好多華裔嘅人咧，依家好想認識我哋嘅文化、宗教啊，想入去清真寺啊，入去錫克教廟啊。以前我冇諗過會咁嘅，不過見到好多嘅改變咯。我叫 Jackie 啦，我喺香港嚟咗多過半個世紀，1969年嚟，你哋都未出世。可能華人嚟講，入嚟嘅時候，我哋會有啲驚，又或者係會有語言上面會有呢個狂想，但係我覺得 so far 大家都好 friendly 咁樣。好開心，其實香港有一個地方可以俾呢一啲可能係喺香港社區嚟講係比較邊緣嘅群體啦，佢哋可以喺呢度揾到一個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嘅一個力量啦。參加唔同嘅興趣班啊咁樣，好似頭先我哋參加過嗰啲嘅非洲鼓啊，或者去整一啲小手工。咁等佢哋喺除咗喺自己嘅工作啊或者家庭生活之外咧，都有一啲朋友嘅依靠啊，可以喺啲興趣班裏邊可以去放鬆一下自己咁樣。利他同復和嘅精神唔單止係信仰價值，仲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嘅理解與尊重，締造和平包容嘅社區，提升整體社會嘅幸福感，係整全健康不可或缺嘅一環。3、2、1。支持人。發黑。Holistic health 絕對好重要。啱啱疫情過咗之後咧，好多人講緊 mental health 啦。not just counselling， 我哋係做緊 self care 好重要。到底健康係咩？每個人對健康都有唔同理解，因應年齡、性別、種族、文化同世界觀都各有差異。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課程同你一齊探索唔同宗教文化點樣照顧身體、心理、社會、靈性嘅健康，用全新角度去睇整全健康，重新認識自己，尋找屬於自己嘅平安同力量。